嗱，而家好多人我知道飲紅酒都飲到好高境界啊，係嘛？你飲紅酒，你唔係話一攞嚟就飲噶嘛？你會點啊？然後問，然後你先，哦，我飲到係莊嚴宏偉嘅聖彼得大教堂。咪做，哦，仲有係米高安哲羅嘅壁畫，啊唔係硬身啲嘅，係佢嘅石像。啊，嗱，你識飲紅酒嘅人，你知道係冇誇張㗎嚇，因為而家有啲紅酒嗰個價錢，你飲一啖，你係夠你真係買張機票飛去聖彼得大教堂。你冇錢埋單咧，佢哋仲會即刻帶你去見下米高安哲羅添。